今日選讀嘅經文係民數記13章25至到14章10節，請聽我讀出。他們窺探那地40天之後就回來了。他們來到巴蘭曠野的加底斯，摩西、亞倫以及以色列全會眾那裏，向他們和全會眾報告，又把那地的果子給他們看。他們告訴摩西說：我們到了地派我們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這就是那地的果子。但是住那地的百姓很強悍，城鎮又大又堅固，我們也在那裏看見了亞衲族人、亞瑪力人住在尼甲夫，赫人、耶布斯人和亞摩利人住在山區，迦南人住在沿海一帶和約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必能征服他。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卻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打那地百姓，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大。於是探子中有人向以色列人散布有關所窺探之地嘅謠言，說：我們所走過、所窺探之地是吞沒居民之地，並且我們在那裏所看見的百姓都身材高大。我們在那裏看見巨人，就是巨人中的亞衲族人。我們在自己眼中像蚱蜢一樣，而在他們眼中，我們也確是這樣。全會眾大聲喧嚷，那夜百姓哭號。以色列眾人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全會眾對他們說：我們寧願死在埃及地，寧願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為什麼要把我們領到那地，讓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成為擄物，我們回埃及去，豈不更好嗎？他們彼此說：我們不如選一個領袖回埃及去吧。摩西和亞倫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臉伏於地，窺探那地的人中，亂的兒子約書亞和耶與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服，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走過、所窺探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愛我們，就必令我們進入那地，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百姓，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保護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耶和華卻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當全會眾正說着要拿石頭打死他們的時候，耶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好，今日嘅題目，講到嘅題目係以色列人於12探子福與禍。我哋今日好高興有阿 Nelson 弟兄為你當中證道，有請 Nelson。弟兄姊妹平安啊！再爭啲講弟兄姊妹早晨，因為講慣咗朝頭早咁樣咧，就做開弟兄姊妹早晨咁樣，弟兄姊妹平安咁啊！首先好多謝Thomas 弟兄為我哋讀咗一個好尋長嘅一個嘅段落嚇。其實我講嘅段落咧坦白講啊，我都比今日所讀嘅係仲長少少嘅。咁啊，但我即係盡量縮短去將最重要嗰部分，我即係請Thomas 弟兄幫我哋讀出。我好欣賞佢讀好有即係語氣啊嘛，我覺得係好好，即係你講得係親歷其境一樣，係咪啊？覺得真係佢哋發生緊咩事咧咁樣。咁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個題目啦。其實我改題目咧真係唔係好識嘅，即係所以都係比較尋長嘅，就係以色列人與12探子嘅福與禍。簡單啲嚟講就係包圍晒以色列人。全會眾啦，頭先啦，12探子即係包括支持同埋反對嗰兩方嘅探子，佢哋嘅福與禍咧咁樣。咁開始先，不如我哋一齊祈禱啊！親愛嘅主，我哋感謝你咧，俾我哋可以一同聚集，係你自己嘅恩典招聚我哋。主啊，求你親自嘅幫助我哋，打開我哋嘅心，我哋都領受你自己嘅説話。
就願意今日喺呢個時間，你嘅靈都與我哋同在，幫助我哋喺崇拜當中，我哋咧一同嘅敬拜，一同領受主你自己嘅説話，亦都幫助孩子能夠説得明白清楚。求你去帶領我哋咁樣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嘅名，阿門。2026啊，單啲真係仲係講2026年啊，啱啱開始。咁大家會唔會年尾嘅時候都會有啲即係年終回顧啊，然之後即係新一年展望啊咁樣。咁我唔知道大家2025年嘅時候，對你嚟講有啲乜嘢好重要嘅決定？你曾經做咗一個重要決定，無論喺你侍奉、家庭或者工作上邊咧，有冇啊？我哋經常都會面對一啲選擇，一啲選擇可能係影響緊我哋人生。嗰刻我哋唔知，但係回望嘅時候，我哋發覺啊，係啊，原來上帝就係透過呢個選擇改變咗我哋嘅人生。對我嚟講，當然喺過去搬咗嚟墨爾本係一個好重要嘅抉擇，係一個改變人生嘅抉擇。我諗在座都有好多人有唔同類似嘅一啲嘅經歷，係對你嚟講係改變人生嘅。今日我想講嘅就係透過三組嘅人唔係三個人，係三組嘅人咧，去睇下佢哋嘅人生喺過去裏邊究竟喺某一個時間佢哋嘅抉擇點樣影響到佢哋。所以我就改呢個名叫福與禍嘅報告。生死禍福咧，其實咧就一個好重要嘅題目喺《申命記》裏邊。咁《申命記》我唔知道大家即係多唔多睇過或者熟悉。《申命記》其實係摩西所寫啦，都會知道啦。佢幾時寫嘅？差唔多寫啦，我聽到啦，差唔多寫佢臨別嘅時候咧，去所寫嘅《申命記》寫咧，其實係為咗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為咗佢唔喺度嘅時候，以色列人點樣過活。第二樣嘢就係佢點樣，啲人應該點樣去進入迦南。喺進入迦南呢件事上面，佢哋應該注意啲乜嘢？今日我哋講嘅題目係講，所以我哋今日講嘅範圍係講民數記。民數記其實就係講緊以色列人入去即係迦南地之前發生嘅事，喺曠野裏邊兜兜轉轉40年，就喺民數記。如果你話佢係一個故事嘅話，民數記係一個故事嘅形式記述嘅話，申命記就係摩西臨終之前去回顧以色列人過去呢段時間點樣去帶佢哋出埃及呢個故事，佢自己一個總結，然之後俾以色列人一個教導。所以我今日想講就係透過呢三組嘅人，同時間我嘗試透過申命記入邊講嘅生死禍福點樣喺從摩西角度去睇翻呢三組嘅人，佢哋喺選擇上面嘅影響佢哋嘅生死禍福咧。咁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好嘛？申命記，看啊，我今日將生死禍福擺在你面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是要愛耶和華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增多，而且耶和華你的上帝必在你所要進得業的地賜給你。申命記27章到30章就係講祝福同埋咒詛。呢個就係30章入邊可以話差唔多尾段嘅時候，佢話俾以色列人聽，生死禍福就已經擺喺你面前啦，你點樣揀呢？好自為之啊！你哋真係要睇住，呢個係個 condition， 呢個係一個條件，你如何得福如何闖禍。頭先有個大綱啦，會講三組嘅人啦，另外最後我會有一個總結，就係關於三組人佢哋嘅命運。但首先我哋去睇一睇嘅就係喺呢一個嘅第一組人裏邊，以色列人同嗰12個探子，我有幾個問題我想問嘅，就係邊個打發佢哋去㗎？如果睇民數記第1章嘅話咧，邊個打發佢哋去㗎？耶和華吩咐摩西，佢
佢就話，又話吩咐摩西，你要派人去窺探我所賜嘅以色列地迦南。如果咁講嘅話，就係耶和華派嗰啲人去。咁個問題就係點解耶和華要派人去呢？佢唔明白，佢唔認識嗰個地方咩？嗰個地方係佢所賜嘅喎，點解佢要派人去窺探啊？窺探嘅人其實唔知道嗰度係啲乜嘢嘅環境，但係耶和華上帝係全知嘅，佢係知道嘅。所以我哋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佢係要打發呢？咁樣首先邊個係打發？我嘗試去從申命記喺前面咧，佢俾咗一個缺乏咗嘅背景啊。喺民數入邊咧冇提到呢個背景，喺申命記就有提啦。我讀俾大家聽：我們照耶和華我們上帝所吩咐嘅，從何烈山起，經過你們所見又那一帶有大而可怕嘅曠野，往摩利亞人嘅山區去，到咗加底斯。呢度咧係講摩西同我哋講嘅説話。佢話我哋已經經過咗一個好大又困難嘅曠野，佢已經完成咗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嚟到呢個位置就係加底斯。加底斯係咩啊？就係佢哋將要去決定我派人去窺探那地嗰個地方，即係話同迦南地近在咫尺，就喺前面啦，見到啦，去最後一站就入迦南地啦。加底斯嘅地方好獨特。加底斯其實呢個字咧，其實有一個分別為聖同埋聖潔嘅意思，就好似喺呢個地方，我哋即係要分別一啲人嘅選擇，佢能唔能夠進入聖地，一啲人能唔能夠被分別為聖，都好獨特嘅地方。跟住然之後佢就話：我對你們說，你們已經到了耶和華我上帝所賜給我們亞摩利亞人的山區，看，耶和華你嘅上帝已經將那地擺在你面前。留意嗰塊地已經擺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華你列祖上帝所說嘅，上去得那地為業，不要懼怕，不要驚惶。記住呢句，一陣我哋再翻嚟睇。上去得那地為業，不要害怕，不要驚惶。然之後就話你哋竟然。如果俾我翻譯，我加個字添啊！但係你哋咧就嚟到我呢度話，不如我哋派人上去睇下先咧，不如我哋俾人派人上去窺探下我哋該走嘅路、該入嘅城係點樣嚟。嗱，這話我看為美，就係摩西都認為都唔錯啊咁樣。所以就揀咗12個人。所以個背景唔係耶和華差遣，係耶和華容許佢哋發出一個咁樣嘅要求。邊個想 initiate 呢樣嘢啊？邊個想窺探呢個地方啊？係嗰班以色列人。嗰班以色列人想去睇下嗰個地方係點樣樣。其實佢可以唔使上去睇嘅，直接上去，因為神話已經擺在你面前，係屬於你哋噶啦嘛。佢唔使上去睇，佢話我上去睇下。所以你再睇翻民數記13章1節嘅時候，喺 NASB 嘅譯本翻譯得好好，佢譯咗個精髓，佢就話：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派人去窺探那地，send out for yourself man， 派你哋嘅人去啦，派你哋代表你哋為你哋去嘅人上去啦，因為嗰啲人係你哋想要去睇嘅，所以佢就揀咗12個人。嗰12個人係邊個啊？嗰12個人係每一個支派中入邊嘅 leader， 係所有都係 leader。嗰12個人其實係，如果你睇翻民數記1章嘅時候咧，數點人數，即係話得民數記，即係話第一章係數點人數，數點嗰啲人嘅時候咧係數點20歲以上壯丁，即係話全部打得仗嘅人。有60萬人，60萬多人，所以推算嚟講就係話，佢喺呢一堆人入邊咧，其實係揀12個出嚟，嗰啲係咪精兵啊？冇理由唔係揀20歲以上嗰啲啊，係嘛？佢數得嚟嗰啲全部都係壯丁，嗰12個都係壯丁之中嘅壯丁，一定係最勁抽嘅。
而且喺嗰12個人入邊，其實咧佢嘅名字咧，我哋都好熟悉一個加勒啦，卡勒都會係一個我哋即係會改名啦。另一個咩啊？約書亞啦嚇 ，Joshua 都係好熟悉嘅名。另外嗰10個人咧嘅名咧，你發覺好少人改嘅，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點解唔會改嗰10個人個名係嘛？嗰10個人個名其實都唔差嘅喎。如果你睇翻聖經嘅話，佢原本嘅意思咧，其實有代表神啦，亦都有代表即係福有代表拯救啊、福分啊、德性啊咁樣。都有一個屬靈嘅名嘅喎，屬靈嘅意義嘅名嘅喎。即係嗰啲人除咗勁抽之外咧，其實都可能係有一啲屬靈一啲嘅即係最少個名上邊咧係一個有啲屬靈嘅位份喺度啦。佢哋代表住嗰60萬人，12個60萬出嚟嘅精兵，入邊背後咧，學者計算大概有120至200萬嘅人，連埋婦孺同埋即係小朋友。即係呢12個人其實係代表團嚟嘅喎，係代表呢200萬人嘅代表團去窺探呢個地方，去睇啲乜嘢啊？去睇嘅就話，睇下嗰啲人強與弱，地方環境好唔好，啲土地係咪肥沃？然之後斬2棵提子落嚟，擔翻嚟睇一睇，摸一摸啲果實係咪正嘅咁樣。同埋佢就問嗰個地嘅城鎮係咪堅固？呢啲全部係喺13章頭先讀經嘅時候讀過。佢哋所睇嘅、所擔心嘅就係乜嘢啊？夠唔夠打？夠唔夠打？點解要擔心夠唔夠打？唔係賜咗俾你嘅咩？係咪啊？即係佢覺得大部分嘅，即係你睇下，其實佢嘅關心嘅嘢咧，其實即係當然個地係咪正啦？但係神一早已經講咗，以色列人其實有擔心，佢嘅擔心就源於佢喺呢個加底斯呢個分別為聖嘅地方，佢作出一個要求，佢乜嘢都希望能夠好好嘅計算得最好嘅、最精準嘅戰略部署得最好，我哋先至有把握進入去，啱唔啱啊？啱唔啱啊？我哋會唔會有時都係咁樣㗎？做一啲決定要好有把握，100% 肯定啦，我先至夠膽去馬啦咁樣。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我哋有啲即係不斷又問啦，神啊，得唔得㗎？係咪去啊咁樣？神我同你去，神容許喎，神唔係唔俾喎，我同你去，你去啦。所以我第一點想講嘅就係，其實我哋要諗嘅就係，我哋喺人生入邊好多面對一啲懷疑或者一啲唔係好夠膽去嘅時候，我哋可能都有啲嘅籌算。但係你知道，如果人自己籌算得多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好使靠神，你自己計晒數啦。即係祈個禱純粹都係即係 SOP 嚟嘅咩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係嘛？祈個禱 SOP 咗我咪去咯咁樣，好似即係話晒基督徒啊嘛係嘛？即係你幾多嘅擺上嗰份嘅信心亦都代表即係你願意放手幾多，你願意唔好計算得幾多，然之後你先至好啦，我依靠你，即係就 jump over 啦咁樣，即係 you jump God jump， 即係我諗鐵達尼號，我成日好浪漫，you jump I jump。我諗如果我哋跳，上帝同我哋跳嘅，其實真係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哋上帝與我哋同在，係嘛？呢個想第一點就係即係福與禍其中一個就係我哋成日實踐係困難嘅，係難嘅，係有懼怕嘅，但係就喺懼怕裏邊，我哋就要擺上信心，先至經歷到上帝恩典。第二組人我想講嘅就係嗰10個探子。10個探子入邊咧，其實我哋睇下一段嘅即係經文啦。如果有聖經嘅可以翻開啦，如果唔係我就係讀出去俾大家聽下。13章25節開始，頭先就係講到過了40日，他們窺探那地，到巴蘭曠野加第斯，就翻嚟同會眾摩西嘅人彙報啦。咁彙報啲乜嘢咧？咁樣打發完翻嚟彙報，有正面有負面。呢度講到就係正面嘅第一次確認嗰度係正嘅地方，流奶與蜜之地，好正嘅正面。
然之後再擔咗，有人要兩個人擔喎，唔係就咁一個人拎住個手抽袋拎住一支提子翻嚟喎，係兩個人擔住。我唔知道，我諗可能係好大抽提子，要兩個人擔住成棵咁樣翻嚟，好正。然之後就話，但係你睇下但係咧嗰個負面嘅咧，即係多不勝數啦。開始佢就話嗰度住好強悍嘅人 ，strong 好強悍嘅人，堅固個城又堅固。你睇下嗰度亞納族人，仲見到亞納族人喎咁樣，仲有其他呢度又有一堆人，嗰度一堆人，周圍都係人。意思即係乜嘢啊？好難打，好難打喎！周圍都係人喎。但係唔好忘記一樣嘢喎，其實即係呢個其實係第一，我話第一級嘅恐懼咩咧？就係話佢第一次彙報，佢就報告咗一啲嘅正面，但係好多嘅負面。但我想講呢啲嘅負面其實唔係上帝冇講過嘅喎。如果你睇翻即係出埃及記3章8節嘅時候，係又話第一次去應許即係以色列人可以進入埃及，進入迦南地。佢就話：我下來要拯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從那地上來，到美好與寬闊之地，到流奶與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即係話出埃及記嘅時候，3章一早就已經講定。嗰度係有堆人喺度嘅喎，呢個唔係新事嚟嘅喎，係嘛？但係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啊？佢講完之後，佢哋嘅反應係驚啊！佢哋係懼怕所以咧我就話，其實佢報告嘅時候，佢話好勁啊！啲人好人係勁嘅，土地係靚係好，但係咧啲人係堅固嘅，城邑係堅固嘅，好多人。唔同嘅民族堆疊式嘅恐懼壓俾佢哋，跟住下一節迦南第一次出聲，佢就話迦南喺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話我哋哪怕上去得那地，我們必能得勝。如果你睇翻英文咧，其實佢或者中文都其實佢都有一個好叫做叫做 absolute 咧，我知唔知點發現？即係一個必定能夠上去。如果你睇翻原文咧，其實用兩個原文嘅字咧，係拼就上去就必定能夠上去嘅。我哋一能夠上去嘅，occupy即係我哋能夠去得到個地方。然之後就話我係能夠戰勝佢哋嘅。一句嘅説話其實唔多，我哋即係中文翻譯好似有啲尋長，但係喺希伯來文原文咧，其實得幾個動詞嘅啫，好簡單。我可以就話佢係一個第一次同呢班人交鋒，呢班人係同佢一齊上去窺探那地嗰班人話唔好，有好多人喺度。佢第一次正面嘅交鋒就話我哋得嘅上去啦咁樣。一陣我會講迦南嘅時候會講多少少，但係嗰啲人即係嗰啲同佢一齊上去。同埋迦南嗰啲人就話第31節即刻 ban 咗佢，即刻 ban 咗佢，唔得我哋不能上去嘅咁樣。用一個字，我哋不能攻打嗰度，嗰啲百姓比我哋強。呢一班人其實係同佢一齊上去，一齊經過40日，見證住嗰啲嘅事情發生。但係自然有兩個唔同嘅版本，當中嘅分別係啲乜嘢？嗰10個探子其實已經有一個嘅設定，嗰個設定就係難打嘅，係困難嘅，係搞唔到嘅。然之後佢當迦納一有一個反應，一個唱反調嘅時候，嗰班人就即刻反彈，唔得嘅，用返嗰個字上去，唔可以上去嘅，同一個字去回應佢。跟住然之後咧，我就話佢做咗第二次嘅恐懼。佢帶咗佢就話啦，探子中有一啲人佢窺探那地咧，就做咗個謠言，講謠言。喺和合本咧，以前嘅翻譯就冇咁好啊，以前就講惡報啊，即係邪惡嘅報告，或者如果英文又話 bad report 或者 unfavorable report 但係其實呢個字咧喺和修本咧，其實翻譯得好好，佢翻譯翻謠言。
因為呢個字本身咧，其實有一種毀謗嘅意思，即係你知道毀謗係咩啊？即係講啲唔係真實嘅嘢啊嘛。最能夠即係嚇到人或者最似即係唔係真實同真實啫，就係有真實同埋唔真實夾埋住一齊啊嘛。嗰啲嘅嘢咧，先至能夠最嚇人喎。咁我就講個謠言。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呢謠言咧有邊幾樣嘢係重點喎？呢個係我話第二次升級。第一樣嘢係佢話佢哋會食人嘅。OK，佢嗰度係食人嘅，食人族喎。點解話係假咧？如果係食人族嘅話，佢仲翻到嚟嘅，係嘛？嗰度，所以佢一講嗰度係會食人嘅。第二樣嘢咧，佢就講我看見到個巨人。巨人咧，中文就寫巨人啦。如果英文你睇翻英文嘅譯本咧，大部分基本上都翻譯到 Nephilim 呢個字。呢個係希伯來文翻譯出嚟嘅字眼。Nephilim 呢個字咧，其實係好獨特，好少用到嘅。上一次用到咧喺邊度咧？大家可能都估唔到啊！喺創世記6章，我哋睇一睇。我 skip 咗個 slide 啊，唔緊要。下邊係佢話那時有巨人啊喺地上邊，後來也有，就係上帝兒子同埋人嘅女子交合所生嘅上古代嘅勇士，有名嘅人。喺當其時係一個邪惡嘅世界，有好多唔同嘅解釋，講乜嘢叫上帝嘅兒子。有啲人係講係即係墮落嘅天使，亦都有人話唔係，有唔同嘅講法。但係觀物論好就係巨人呢樣嘢，Nephilim喺呢度出現，就代表住呢一個不道德、唔應該所交合嘅出嚟嘅產物係邪惡嘅，係上古嘅勇士，係一個大嘅惡魔頭，你可以咁樣理解。所以佢用呢個字翻嚟嘅時候咧，去嚇嗰啲人，就話嗰度係有巨人喺度㗎。但係事實上我哋知道，喺6章4節之後，話有呢個巨人出現之後，後邊嗰節係咩事啊？6章嘅時候就講洪水末世啊嘛，洪水末世就末咗世啦嘛，就係殺滅晒所有地上嘅一切，得翻挪亞一家同埋啲動物嘛。所以其實好明顯，佢而家就係講話嗰度有巨人，就好似話嗰度有鬼嘅，你冇行埋去啊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嘅意思。然之後就話喺眼中我哋就好似蚱蜢一樣，佢自己覺得自己好似蚱蜢，然之後就話我哋喺佢眼中都係，事實上係咪咧？呢個係自我貶低啫，佢冇問過對方嘅，佢冇問過對方，我似唔似蚱蜢啊咁樣，係嘛？你覺得佢唔會有問係咪？所以其實呢一個點解和合本翻譯佢係做即係捏造或者係即係謠言咧，就係佢有誇大、彎曲、扭曲事實嘅即係成分。如此嘅作證咧，其實係成敗嘅關鍵。呢一班人嗰10個人，其實頭先我講咩啊？勇士中嘅勇士，連勇士中嘅勇士，代表60萬人嘅勇士都覺得自己係蚱蜢。邊個話自己唔係啊？係嘛？即係所以你話佢哋嘅作證係咪成敗嘅關鍵啊？佢嘅恐慌，佢製造恐慌，其實就足以令到嗰班人成晚都瞓唔着。我哋好快咁樣睇一睇。我哋唔能夠讀晒所有，不過我想俾個大概嗰個框架，大家去睇就係、完咗呢個之後，14章1節就係嗰班人喺度喧嚷，然之後晝夜哀哭，即係佢哋驚嗰一晚。即係大家都經過，如果有陣時啲嘢擔心啲放榜啊，各樣嘢臨前一日咁，即係去醫生攞 report 啊，之前嗰晚你都瞓唔着噶嘛，越諗越驚啊嘛，喺嗰度一路痛，唔知係咪 cancer 咧，成晚都係 cancer 咁樣諗我第二朝都覺得係噶嘛，係嘛？即係輾轉反側，第二朝個室哇仲唔係氣喎咁樣，即係少少嘢就覺得哇好大劑啊！佢而家就係咁樣啊，哇輾轉反側成晚，然之後開始出事啦。不信嘅人，不信拯救，不信應許，質問上帝：點解你要帶我哋嚟呢度啊？
我唔好死喺曠野。我點解要入去嗰度？我啲妻兒啊，俾人哋擄掠啊，做奴隸啊！我喺死喺入邊，我不如翻去。我揾個第二個領袖啦。我揾個第二個領袖幫我哋翻去啦。我唔要摩西啦。唔要摩西代表乜嘢啊？離棄摩西就代表離棄神。摩西係代表神。我唔要佢啦。我揾個第二個領袖啦。然之後約書亞同迦勒就好激動咁樣勸咗佢，撕裂衣服，然之後講一段嘢。咁我之後嗰部分我先至講迦勒嗰部分。呢個就係個結局。呢個就係嗰個惡報嗰個謠言產生出嚟嘅結局。嗰班人輾轉反側咗一晚之後，佢哋開始反啦。我撳錯咗 ，sorry。係啦。咁喺呢一部分，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好需要小心我哋即係面對謠言，我哋決不製造，亦都決不傳播。我哋慎思明辨，求主賜幫我哋有智慧去分別是非。我想分享喺建道神學院前院長梁家麟牧師，佢喺建道嘅即係其中一期嘅刊物入邊分享，2008年㗎啦。當年咧，梁院長係做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嘅講員。咁佢寫嘅即係我照讀翻出嚟咧，佢就話：2008年培靈會舉辦前後，網絡廣泛流傳一份文章，攻擊筆者即係牧師啦，為異端，不應出任培靈會講員，匿名作者隨意即係獲取唔同嘅著作，斷章取義，文理歪妙，完全不值得回應。我相信上帝，也相信一般讀者辨識嘅能力。匿名作者其中嘅目標係對培靈會進行滋擾並破壞屬靈嘅事工。他們以各種途徑將文章傳俾所有關與嘅人，又接二多次以信函同埋電郵送遞，要求神學院公開處理答辯。他們更在培靈會舉行早上，在我講道之前，委託專人將文章遞給我，希望擾亂我的心神，無法好好宣講信息。文章在有心人推動下廣泛流傳，讓不知情的肢體產生不安。一位牧者就此嘆為：今天我們面對一個謠言滿天飛嘅網絡世界，真假難辨。牧者和領袖得着常常面對各種攻擊、惡性攻擊、誣衊，防不勝防，欲辯無由。院長又講，筆者曾指出存在兩種嘅人，一種係關係不深者對其非常仰慕，但認真切實認識他們的卻嗤之以鼻；另一種係外邊沸沸騰騰謠言滿佈，但身邊的人卻其信不疑。我希望我們是第二種人。係啊，喺謠言滿天飛嘅世界，人與人之間可能係有好多嘅不信、懷疑。可能聽咗一啲報告、小報告、個大報告都好，咩報告都好，自己慎思明辨，認識嗰個人你就去相信佢，唔好俾即係聽翻嚟嘅嘢去影響，係嘛？呢個就係我希望第二點所提嘅，因為前設所產生出嚟嘅惡報變成謠言，絆倒人。我諗每一位即係信徒都需要即係謹慎我哋嘅即係言行口舌，保護自己免受災難。呢個箴言嘅説話。第三點我想講嘅係迦勒。其實迦勒同約書亞咧，其實都係即係同一組人嚟嘅。不過我特別即係提迦勒，因為你發覺咧呢段落入邊咧，約書亞冇講嘅嘢㗎。約書亞好似即係未出道咁樣啊！即係呢度就阿迦勒真係原地出道啦。佢就第一個反對嘅，我哋就去睇一睇第三點，佢點樣專心跟隨神。迦勒喺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
我們立即上去，得那地，我們必能征服佢。安撫呢個字太過薄弱啦，其實英文翻譯佢係 quiet， 安靜。大家唔好嘈，聽我講，係咁嘅意思。即係佢係有一種強烈嘅語氣去喝止佢哋唔好嘈。即係話其實當第一個嘅彙報話嗰度係有好靚好靚嘅提子，但係嗰度有一堆人喺度啊，嗰度好多人喺度啊，呢嗰度又嗰度有人。其實嗰啲人咧就已經喺度騷亂啦，喺度驚緊啦，嗰班以色列人。所以迦勒第一個嘅反應就係話：你唔好嘈，聽我講。我哋立刻上去，得那地為業。有冇好熟啊？呢一句説話，立刻上去，得那地為業。我之後再睇下。迦勒講完之後，另外佢就再頭先我有提到啦，佢啲人即係輾轉一晚之後反叛啊嘛，反去啦嘛，反摩西啦嘛。之後咧，迦勒第二次説話，今次佢講乜嘢咧？今次話耶和華若喜愛我們，我哋必能進入那地，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哋嘅。但係我特登將佢一個8至9節，我畫咗一個結構出嚟俾大家去睇。前邊係一個因果啦，若然喜愛我哋，我哋就得着嗰那地。但係有一個條件，得到上文嘅福分，但係有一個條件，個條件就係兩樣嘢，唔可以背叛耶和華。呢個係回應啲人離棄摩西。離棄話我唔要呢個領袖，我要揾第二個領袖。佢話我哋唔可以背叛耶和華。第二個條件就係話你哋唔好怕，嗰度係我哋嘅食物，唔係俾人吞吃嘅。佢就話頭先我話咩？嗰度啊有人食人㗎，有人吞吃居民㗎，嗰度冇呢咁嘅事，係我食佢，係我食住佢，唔係佢食我，係嘛？我因為他們係我哋嘅食物，我哋有耶和華，佢哋保護佢嘅已經走咗啦。呢個係我哋唔好怕嘅核心嘅原因。頭先我講申命記第1章，如果你記得嘅話，耶和華話咩啊？我哋前面就係擺在你面前嗰塊地啊，你哋就可以上去，不要怕，不要驚惶。跟住嗰班以色列人就話：不如我揾人上去睇下先嚟，及清楚先嚟。即係話耶和華喺佢哋即係話要及清楚之先，其實佢就已經講話：你哋可以上去，可以得嗰那地。得那地嘅意思係可以承繼嗰個地方，成為你哋自己嘅地方。喺嗰班人質疑耶和華之前，耶和華咁講，但係迦勒佢聽在心裏。迦勒第一次回應嘅時候就係話：我哋可以上去，得那地為業，我哋能夠征服佢嘅。第二，佢就話：不要懼怕，不要懼怕，係嘛？呢個就係重複翻即係耶和華所講嘅説話。所以最後民數記14章嘅時候，耶和華嘅審判、耶和華嘅判斷嘅時候，佢話迦勒係佢有另一個心志，專心跟從我。呢個係即係耶和華俾迦勒一個嘅讚賞。佢同其他人唔同。佢話另一個心志係 different spirit， 佢嘅 spirit 係同其他人嘅 spirit 唔同嘅。係乜嘢唔同咧？咁我就睇到有3點。第一點就係佢有領袖嘅勇氣。領袖嘅勇氣其實唔容易啊！喺眾多同伴入邊，係嘛？即係同佢上去，佢願意唔跟風，佢唔係跟住啲人話嗰度好多人，好難搞啊！係啊，佢好難搞，唔好去啦咁樣。佢唔係咁樣，佢第一個反對。佢話佢喺摩西面前啊，即係本來其實摩西講㗎，或者摩西鼓勵嗰班人去啊，我哋唔使驚啊。但係佢喺摩西面前，好似做咗摩西嘅角色嗰度，叫啲人收聲聽我講。
然之後就去話我哋可以上去，領袖嘅勇氣。第二點，佢信服神，唔係信從人，佢堅定嘅決心，佢把握住神嘅話語。一開始嘅時候，佢已經謹記神話係可以上去，得拿地，不要怕。佢今次再一次重複喺呢一度。有陣時咧，我明白咧，即係為勢所逼係嘛，太多人喺選擇嘅時候，都可能因為朋輩或者朋友嘅關係咧，去改變咗我哋一個選擇。有冇按住聖經嘅真理、聖經嘅説話去做個選擇咧？呢個我哋真係要問自己。我哋咪即係仍然願意選擇唔係跟從眾人嘅價值，堅持聖經嘅真理，堅持聖經神嘅價值觀去選擇咧？心理學入邊咧有一個即係我喺度睇嘅時候咧，睇咗一個叫阿希嘅從眾實驗，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係啦，好得意嘅喎，其實好簡單嘅實驗嚟啫。但係我覺得係好 amazing。點解會搞啲咁嘅事嘅咧？咁樣佢個實驗好簡單嘅。你見到呢度有 A、B、C 三條嘅線啦，然之後佢就問你最左條線最接近 A、B、C 邊一條啊？邊個話 A 啊？真係嘅？真係？係啦，啱啊！大家冇眼花。個實驗係乜嘢咧？實驗就係話，如果你諗下呢度有在座全部嘅人都係夾埋嘅，有一個唔係夾埋嘅，佢就係嗰個被做實驗嘅入嚟。我就問你啦，大家都話 A 冇錯，下一條；大家都話 B 冇錯，啱，下一條。但係我就預設咗，當所有人都對住呢個幅圖嘅時候 ，A 唔係最近嘅，其實 B 先係最近。如此類推，入嚟嗰個被做實驗嗰個人真係會跟咗㗎，係咪好驚訝？真係會跟咗其他嗰班人話 B 㗎，佢真係話可能真係 B 喎，可能我錯喎，有好多即係好特別嚇，即係竟然會搖動 A、B、C 咁樣，邊條最近都會搖動嘅喎。呢個就係叫從眾嘅實驗。佢話背後原因係話有啲人係唔想成為怪人啊，佢唔想成為嗰個特別唔同咗樣嗰個咯。但既然大家都話 B 係最近，我都覺得 B。有陣時甚至乎自己都會呃過自己，或者自己都會質疑自己啊。我諗嘅嘢係咪錯咧？我眼係咪要驗下咧？咁樣其他人都啱嘅咧？又或者其實佢哋好怕被排斥、排外、被標籤。點解你唔係咁樣諗嘅咧？咁樣，所以從眾其實睇嚟好似好理性、好安全、好常識，但係其實係可能會錯。究竟我哋嘅眼光係點樣咧？行為如果一旦從眾嘅話咧，信念就慢慢就會變，價值觀就會變。我想講喺上年12月，喺香港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嘅牧師，我唔知大家知唔知？管浩明一個聖公會嘅牧師，不過後尾而家從政，我唔知佢仲係咪一個即係教會嘅牧師。不過 anyway， 佢話佢係一個牧師。佢就開始12月嘅時候就推動講一樣嘢，就話不涉及婚姻字眼嘅契約伴侶制度。即係話你哋咧，佢推行就係話，即係政府咧，不如考慮一樣嘢咧，就叫做即係契約伴侶啦。佢話咧，其他啲宗教團體咧開始鬆口㗎啦，即係好似有啲留咗口風，都可以或者都得嘅咁樣。契約伴侶即係話其實冇所謂嘅，即係未必男同女嘅，一定係男同男啊，或者係女同女嘅都冇乜所謂。總之你哋話你自己係伴侶，你就可以簽封約章，就話係自己契約伴侶。一個牧師竟然可以咁樣講，然之後就有一班嘅即係牧者啦，基督教團體咧就即刻做咗反應出嚟，就係話管你講什麼都不代表我嘅立場，即係話管浩明你講嘅都唔代表我哋嘅立場。佢仍然係堅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係基督教信仰嘅堅持。有人係搖動緊呢一個嘅基礎。我知道喺澳洲已經立咗法，2017年嘅時候已經立咗法，係可以同性婚姻。
係合法嘅喺澳洲。呢個可能大家唔係冇需要喺如果未喺呢一度結婚嘅話，就未見過呢一個表啦。呢個就係即係 Victoria 嘅時候，如果你要去即係結婚咧，你會填呢個表。你會見到入邊咧，其實佢有第一個 person 1、person 2，佢有你係新郎定新娘嘅選擇，但係另一個你可以選擇 partner， 你可以選擇 partner， 即係話你唔好你唔需要話自己係新娘或者新郎，因為佢已經合法咗。另外gender 好得意喎，有 female 有 male， 仲有一個咩啊？睇唔到啊 ？non-binary 即係咩啊？不男不女。你可以選擇自己係不男不女嘅，即係有人哋話：你不男不女嘅，咁你就填呢度。好離譜係咪啊？即係佢係搖動緊我哋嘅信心，搖動緊我哋對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個嘅即係上帝創造嘅心意。我哋唔會從眾呢啲事上面，我哋唔會妥協。我諗呢一樣嘢對我哋嚟講未必好大質疑，但我想講對我哋下一代佢哋已經接受咗呢種教育。佢接受咗呢種教育就係話，因為係好普遍，係男同男、女同女我有個 partner 咁樣。我哋點樣去教我哋嘅下一代將正確嘅價值觀、勇敢嘅好似迦勒一樣去講翻出嚟，唔係跟風。呢個我諗我哋係要即係留意。所以第三點，我想話專心跟隨神，有唔跟風嘅勇氣。縱使喺群眾嘅壓力入邊，我哋仍然係堅定不移，去認定即係神先至係嗰個真正最後嘅價值。順從人，順從神，不順從人係應當。時間關係，我就唔能夠再即係講即係太多佢哋一個內容上邊呢三組人嘅結局。但係我好簡單去講就係佢哋嘅選擇，你見到以色列眾人嘅壯丁，即係20歲以上嗰啲咧，有份埋怨神嘅咧，其實佢就講咗咧40年間就會死晒喺曠野㗎啦。本來咧神咧其實係如果你睇翻民數記14章咧，其實神係一次過就已經懟冧佢哋㗎啦，係好興㗎。然之後摩西代求，摩西祈禱嗰個又係好精彩，有時間可以翻去分析下即係摩西嘅禱告，或者機會再分享。佢祈禱完之後咧，耶和華施憐憫，冇即刻擊殺，俾40年你哋喺曠野慢慢死，但係佢哋唔能夠進入迦南。OK。但係你嘅兒子，你嗰啲孩子咧，佢哋能夠進入迦南，因為你話你嘅兒子妻兒會被擄啊嘛，我就話俾你聽，佢唔會被擄，佢會入到去，佢會見到迦南係你見唔到。你話你哋會死在曠野啊嘛，你話你寧願死在曠野，寧願翻埃及嘛，你要請一個領袖翻嚟代替摩西嘛，好，你咁想，我就俾你死喺埃及，真係好幽默，上帝係嘛？你咁想死喺埃及就俾你死，你咁想死喺曠野就俾你死喺曠野。你嘅兒子可以入到迦南，佢可以入到迦南，你哋入唔到。嗰10個探子，對唔住，遭大禍，去大禍啊！呢個今次大禍了啊！即刻 target attack， 即刻遭到瘟疫，死喺曠野。佢嘅罪係大嘅，因為佢嗰10個探子煽動。你睇翻之後經文去過，啲人心都軟化啦，因為佢哋個所講嘅謠言。迦勒能夠入到應許之地，不單止佢後裔得到嗰地為業，而且佢85歲，喺後尾你會喺約書亞記你14章見到85歲，佢仍然講話同我40歲喺呢一度做探子嘅時候一模一樣咁壯啊！一樣咁好打啊！然之後佢就打咗3個亞納族人，即係話所謂嘅巨人。亞納族人嘅族長懟冧晒，然之後攞到希伯倫。希伯倫之後你知道都成為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即係城市啦，就係迦勒可以即係攞到，係咪有福啊？有福有禍。真係擺在你面前，願意我哋都佢哋嘅故事都成為我哋嘅即係學習警戒啦。
呢個係一個嘅總結。我願我哋一齊去禱告。親恩主，我哋喺你面前同心嘅禱告，願意你自己嘅話語今日都進入我哋嘅心裏邊，透過以色列百姓，我哋去學習如何面對恐懼。我哋仍然唔好將所有嘢揸得好緊，我哋懂得放手，懂得去依靠你。我哋從10個探子嘅裏邊，我哋學識唔好製造謠言、散播謠言。求主幫助我哋有分辨智慧嘅能力，讓我哋能夠喺呢個彎曲、謠言滿天飛嘅世代，好多説話係傷害人、傷害弟兄姊妹、傷害教會嘅。求主勒緊我哋嘅口，勒緊我哋嘅舌頭，免致我哋得罪你。我哋都求主你幫助，讓我哋學習迦勒嗰種嘅勇氣、嗰種嘅勇敢，見證神、宣認神嘅教訓。求主你親自嘅幫助我哋，堅固我哋嘅信心。天父啊，你係慈愛，你係偉大，你明白我哋嘅軟弱，我哋就喺你面前去求你堅固我哋。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因為你自己親自嘅去捨身幫助你，捨身讓我哋可以成為你嘅兒女，可以讓我哋禱告直達主嘅跟前。我哋感謝你，聖靈，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俾到我哋能夠可以每一日得到主你自己嘅靈嘅提醒。我就心願你嘅靈不斷去攪動我哋，不斷幫助我哋喺睇每樣嘅事情上面，我哋懂得去睇上帝你嘅眼光，你自己嘅真理先至係最重要。求你幫助，願我哋咁樣同心合意嘅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嘅名，阿門。